到轉來旋 ，That's 你正在收睇嘅係轉來旋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當你睇到呢條片嘅時候咧，表示我喺度報緊平安，我出院啦。呢段期間咧都收到大家嘅留言，多謝你哋，大家嘅心意。心領啦，話雖如此，暫時唔係好方便講太多嘅嘢，聲帶咧有少少嘅 damage， 不過都冇乜大礙嘅，相信多幾日咧就會慢慢好轉噶啦。因此今日嘅影片咧，我會有少少嘅偷雞，畫面俾我講解咧係多一啲嘅，因為呢一部影片我係分享10個我最中意嘅 Showa Rider 腰帶，不過我呢一度指嘅咧係腰帶上嘅外表設計，性能特效之類呢咁樣嘅嘢咧就唔包括在內嘅。當然我嘅審美觀未必適合大家，不過都希望大家抱住蘿蔔蔬菜各有所愛嘅心態去睇呢部片啦。喺我進入正題之前，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 channel， 咁我 channel 主要係分享日本特色、日本動漫同埋日本文化嘅 theme， 間中咧都會分享一啲大眾話題同埋生活小品。咁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片幾唔錯嘅話咧，歡迎 subscribe 我 channel 同 share 條片出去啦。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Kamen Rider X。Kamen Rider Amazon。Kamen Rider Super One。 Rider Man。 Kamen Rider Stronger。 Kamen Rider Black RX。 Kamen Rider Ichigo Migo。 Sky Rider。 Kamen Rider V3。 Kamen Rider Jet-Cross。 當然仲有殿堂位置啦，相信你已經估到係邊一位 Rider 嘅腰帶嘞啩。Kamen Rider Black。 今日嘅影片咧就到此為止啦。以上咧就係10個我最中意嘅 Showa Rider 嘅腰帶啦。唔知道大家認同我咁樣嘅分享冇咧？當然梗係有人會覺得 Showa Rider 嘅腰帶嚟嚟去去咪就得個11條，係睇你點排嘅啫。好，咁接落嚟我就同大家 share 下10個我最中意嘅 Heisei Rider 嘅腰帶啦。由於數量太多，於是我淨係挑選咗主角 Rider， 同樣係以腰帶嘅外觀同設計為主點，性能特效呢咁樣嘅嘢咧就唔包括在內。講到無謂，食多會滯，去片咧。Kamen Rider W。 Kamen Rider Faiz。 Kamen Rider Geo。 Kamen Rider Decado。 Kamen Rider Blade。 Kamen Rider Oz。 Kamen Rider Kuga。 Kamen Rider Akito。 Kamen Rider Den-O。 Kamen Rider Hibiki。 嘅
影片咧就到此為止噶啦。以上咧就係10個我最中意嘅 Hazel Rider 嘅腰帶啦。唔知道大家中意我咁樣嘅分享冇呢？本影片會比過往啲片咧嚟得輕鬆簡單，間中換下啲口味咧都係幾唔錯嘅。唔知道大家所喜歡嘅 Kamen Rider 腰帶又有邊一啲呢？不妨喺個影片下底留下你嘅 message 同我 share 啦，好唔好？最後如果你係喜歡呢一個系列嘅影片嘅話咧，不妨 like and share。臨走之前記得去 Facebook 嗰度 like 我嘅 fan page， 再到 follow 嗰度撳 see first，subscribe 完個 channel 再撳埋隔離嗰個 long long。每當我有新片出街嘅時候咧，你哋將會成為第一批收到封嘅觀眾啦。所以你知啊，拜登呢？